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啊？肉身啊，超度了就不会有六道轮回。有的可怜的变那个动物的身呢，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六道轮回都很苦啊。轮回的回啦，不是囧，那个字是轮回的回。超脱生死轮回，要赶快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。